则为长辈摕着刀笔布、徛琴，配合铃乐、手鼓等等，演奏一首跟台南有关的乐曲，除了展现长辈活力甲才华，嘛透过音乐响应辐射建设300档，把社区的一个热点跟我们庙埕文化结合在一起。因为较早庙埕拢都是一寡老人，袂使讲老岁拢一寡长辈来伫遐活动伫遐休闲的所以能够融合在一起。我相信在他们心理上更加有一个信仰所以会激起更多的活动。更多的想法。这天演出的是台南乐龄学习中心，平均年龄70岁，规团加起来5000岁长辈，其中年岁上大的是已经90岁，嘛对着来到安平，伫开台天后宫、安平古堡、金小姐雕像头前进行快闪演出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在金小姐雕像前？因为咱安平的歌就是上有名的。咱南岛夜曲跟迄个安平追想曲，金小姐就是内面安平追想曲内面的主角。阮就伫头前，踮遐演奏是最有意义的。活动特别选伫咧安平中协举行，除了好用辐射300档的文化氛围，嘛互长辈行出户外，欢喜的甲学习成果展现。期待明年来的时阵是6000岁团，大家身体拢健康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